屏东九如的三山国王庙。屏东九如的高地处有一间三山国王庙，伊是乾隆39年起的，到现在有200多年，是台湾上古早的三山国王庙，也是保存上界完整的客家庙史。现此时被指定做国家三级古迹。伊每年王爷奶奶等外家的活动，嘛是台湾独一无二的，心色甲有春。三山就是中国广东潮州的3粒大山：金山、明山、甲独山。一个传说讲，这3粒山的山神，伫宋太宗开国建京的时，有显灵造见，皇帝就封因做三山国王。另外一说，嘛是伫宋朝，宋兵帝逃难的时，因显灵救难，才封做三山国王。不管如何，潮州客家人拜三山国王，因移民南洋、台湾，嘛是拜因原乡的三山国王。王爷奶奶等外家的故事真神奇。传说讲，伫180多年前，这三仙国王中的大王出顺隔壁庄林禄，带庄民饲家姑娘玉妹小姐做某。后来，这个奶奶神每年拢会返外家。现时的风俗是正月16奶奶生日的时，林禄乡民来九如迎姊奶奶返外家厝。几工了后，才换九如乡民来甲伊迎姊倒转去。这甲人间的风俗差不多。每年返外家的时，拢锣鼓喧天，闹热滚滚。这间庙的另外一个特色是文物保持昭全。宫庙是3乐2色，正殿厝顶是3串节，后殿两边的外面壁堵有真济庙翁。庙门的彩画门神，庙内牌匾顶拢是真珍贵的文物，有得到文建会评选台湾历史建筑100景的第31名，值得咱好好欣赏。作者曲文石。